这个火量是不够大。没有什么受伤哎、就一点点烧焦而已。你看，你那个火可能有点小，可能要拿那种你知道吗？枪型的那一种。好像烧不起来啊，就是会烧焦而已。要10秒，起码要10秒。那现在几秒1、2、3、4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OK。好像还好哎，也没有烟哎，对不对？没有烟，没有烟，但有那个有一点，还是有一点味道。什么东西味道？就是烧焦的那种。就烧，对，就烧焦的味道。OK。